这个安安。来玩这边。这了，这个小。大走进去了。哦，还真的行哦。啊？啊，黑天咋可以不是走？上班了。小亮，小心的撞到小火车上面那个。这样，我去美甲店，那个来回。
小吃什么的，你可以。3月份已经过完了，进入4月，还是没戏。现在到4月了，我现在还在想，到5月之前能搞定吗？我不好说吧。那边得配合你才可以，那边要再不配合。明白。车子来吧。在上海待着，然后为了上海特色小吃应有尽有，酒量好喝，口味丰富，热情实惠，欢迎前来品尝。用餐请下票子，欢迎光临，早餐就可以了。正常。我走什么节目啊？卷起来了是吧？那挺好的，上海烤面筋。你呢？小光春月。给你绑回归，绑回归，你看。快回来。
你要第一次回去，他喝不喝？人家也喝，俺能喝了一斤。你问一下，他能喝回去？因为咱不喝酒，咱也骗人家谁喝嘛？人家会说人家日本人。Et j'aurais été devenue你说什么？你开了没我们有。哎，去哪里呀？中吗？有撵不上的。买不买啊？单面买不买？等一下啊，你在我前面。为什么大家都没有等啊？啊，别个走。快看着。
是往那边走。低吃法，请上2楼上台小房间，各种活动特色小吃，全国口头特知，知名品牌小吃。要一般般吧，要20公里。牙心弹丸之地，我讨厌你。我讨厌哎，回去。看到停。我你大人就不好打。铁门姑娘，山豆过来给你拍一张。走。
不好洗要死好洗，知道吧？但是那你走嘛，我说我自己定。还在那儿吗？哦，没关系啊，这是。几乎。OK， 好好好。咋能今天好来当？他就别俩的啊，你都不知道。哎呦，烦死了！你知道吗？我就快2萬㗎啦，我都。
在中心买的。同样的。这就是都有事儿。去了。老上海特色小吃蟹黄葱花、小笼包、春卷、很吃来的。哎呦，这山东人还都有礼貌的嘞，真是不容易。那么在。好，住吧。茶哪儿桌子是空空的，你看都空空的，没几个人儿。看吗？这还讲过了，这个红色的会不会是？今天我看这么一年反对呀。对呀，怎么是？哎，是不是那个？肯定应该是那个了，最后一辆船那个，这是。最大的遇到都是最好的公司嘛。对呀。小米过来。收完了，收完了，我看到了，在哪里？收完了，我这一个膝盖，我这个膝盖。他们客人都有的。往后站。再往右拐。哦，右边还得。
给你们这里头是把豆子挂，知道吗？来，你看，你让人家乱的很。有些记忆是留在心里不行的。好像我也看过人过哎。高铁地图，你用的什么？他去了一个啥子？想想不饱了。小陈爷到妈妈这里来，转了那边。到妈妈这里来，哥哥不追你了。哦，哎呀，那个钟。They were weak, and so有个那大哥，来放这来，这样。下机拍照可以。按照零件看一下啊，现不现场了？有面也要捏一次。有。好傻啊，这样子。还有这个。香锅和面鸡。行。啊，维生你会不会？你俩大宝宝了。
也拍一下。还是我俩都喜欢你。怎么样拍？吃的店。这叫真毛，绿色的叫红看见。你看看，所以日本旁边起了个更高的楼。这个圆图的话，你们家里面老板来这边来，我主要对不上焦。他现在在这。这还查着查着这个，我们怎么查不这个？就跟那个像大蘑菇头一样，一个像个台灯一样。这边是那个南京街嘛，上了20万是吧？是吧？是20万。哦，现在又18万了。今天质量上人速度有点快，上人速度有点快，害怕是吧？害怕个球啊，害怕。你罚人了，我罚你。你出来开直播，你赚钱了，你那不一样吗？就像我这么干。你换个那个不就好了吗？给你们来呀！好丑，来
这个不是刚刚上海小吃，请上2楼。1楼品种，2楼敬酒下水。2楼有空位，请上2楼。你别买了，你回去，要不然我就不买了，你回去。
外国人家乡嘛。他说这个他说他打小这个是现在造出来的。以前哪有造那么高的？那中国古建筑哪有造那么5楼的？这就2楼层，那是真的。你看小妈妈。建筑嘛，那个你应该知道。贝多又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好老实。哎，我就跑到这里，我最终还是现实中去考的。因为早在上海的经典就没来过这儿，在上海那么久。学生票，40分钟，请进。
对啊，就这样子。那你们看一下啊，哎，我没拍呢，你得走啊。你离得远点，你看什么呀？就在这真是。他们也可以啊。为啥你长得这么漂亮？谢谢啊，谢谢。哦，对，这个主任。那下来吧，这一个。哪里开的车啊？哇，杨子这1.8呢。半个牙膏啊！真的很高。这边来。Nah ini masih kan ada.我都火过的，就火过下过。快看快
管，以前赔过。再往外一点。刚结束了。要过河的嘛，过桥。在河对面啊。对，你看。不是走路。他就往那个方向走了。哇，不是好，他就那种后面那个景很明啊。就是我们以前的话，我把水开上来。这是做电梯吗？有人不知道发什么。大家闪过来的忘记拿出来了。我靠，天哪，这个还出情况嘞！车两面包就15多了，刚才有点腿有点软。这才到。
就剩一车就是滑雪。이거 왜 지나가자? 이거 막 고들고 있어. 이거 보면 내외. 이거 이거.吃个面也是一样啊。多的，你。等一下，一定要保证我们俩。他的位置就好。再来一次。呢兩樣講嘅啩，你哋嗰啲可以做無底倉啊，就做咩運輸㗎？去北京太难了，无聊。不行。就是咱们从武昌路往那个南海路
他这样讲吗？哎，也认得的，这个比繁花红很多。我们先要到打卡点打一下。回家，我回去就。拿着点吗？哦。也是用上海话。哎，啊，真的也蛮热闹的。哎呀，它有各种咖啡衣服。